歡迎大家又嚟到華山論世節目，咁又係同劉瀾昌兄喺度同大家傾偈。咁啊，大家咧就我哋今日講台灣，我哋唔係講花蓮，即係呢個地震嚇，你講緊呢個咧，即係中國即係做緊呢個正義使命2025軍演。係嗱，今次軍演咧，即係我覺得係同以往有少少唔同。係啊。又逼埋咗啲啦。其實我哋解釋翻點叫逼埋咗啲咧，因為咧其實軍演咧就最緊要做一樣嘢，就話咧你究竟想做乜嘢，你操熟佢先。你操唔熟佢，你又唔會做嗰樣嘢。咁嗱，今次咧就即係似乎有啲少少改變啦。嗱上次咧就圍到咧即係呢個利劍啊，就曾經咧就係6個區域嘅。係今次咧就5個區域。係，即係圍少到5個區域，但係實際上咧都係最重要嘅南北港啊，南北港口呢個台灣東西兩面全部都有5個區域有。咁啊科目咧，佢呢次解軍咧係正式宣佈嘅，呢個係冇假嘅，因為而家網上好多消息真假，有時有啲分唔出。第一個就係海空戰備警巡，即係話喺空中同埋喺海上邊有呢個海警船同埋戰機呢個去圍住台灣去巡邏，呢個成條航線都可以睇到啦。咁啊，解軍仲放個片就話殲20咧就飛過中央山脈嘅。咁啊，呢個就係叫做警巡巡航，即係嚟呢個突顯我嘅權力，即係話我喺度示威。第二個咧就係咩咧？就奪取綜合制權呢啲軍事術語啊！綜合制權其實包括咩咧？制空權、制海權，仲有電磁權。即係話你電波你夠唔夠強大？你個電波夠唔夠我強？我可以壓住你可以呢個完全將你壓制。第三咧就係要港要域封控，大家知道啦。要港最重要講好高雄港，最緊要高雄港同埋呢個北邊嘅。咁另外咧就要域最重要嘅地域。咁啊呢一邊喺呢個台島嘅西面咧，其實咧就睇翻台灣地形咧，台灣西面係北基，相對係比較平坦，即係台南、台中咧呢邊咧好多人話要登陸，只能夠呢邊。喺呢個另外一邊咧，中央山脈嗰邊咧，即係話台灣嘅東面，中央山脈基本上係冇登陸場嘅，嗰邊係登陸唔到嘅。但係嗰邊咧同樣係一個要域重要嘅區域，呢個區域咧就係要阻攔美軍、日軍對台灣嘅支援、馳援，所謂嘅馳援就係要港要域封控。咁啊，第四個咧，呢個又係一個術語啦。外線立體攝咗，外線即係對外面嘅，即係其實講緊係第二島鏈，即係你唔好埋嚟添，喺嗰度已經封住你啦，咁樣。即係實際上以前咧就叫做拒止反介入，即係話唔俾你美軍唔俾你日軍係介入呢度支援台灣啊。咁而家叫做立體攝咗。咁啊，另外咧就係第五咧就係機艦機多方面咧逼近台島。咁啊呢次咧就話超過咗12海里就越嚟越近。咁啊，我睇見簡軍做一個節目就話沒有最近，只有更近啊。咁另外咧就係呢個諸兵種嘅聯合突擊啦。咁就呢個最主要5個科目啊。係啊，咁其實咧，我睇翻咧，即係其實有一個即係我覺得係最幾重要嘅嘢咧，就係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以前啊嗱，我哋講翻即係再早啲嘅隻軍演啦1995年，咁咧呢個係第3次台海即係危機嚟嘅。咁啊，李登輝咧就去美國咁所以咧就即係會引起咧一大紮演習。咁當時做一個演習咧就係兩棲登島預演。咁啊，即係大家知啦，兩棲登島預演啊，即係好似即係呢個即係6月6日登陸諾曼第嗰種咁啊，一啲兵衝上去咁。咁啊，跟住咧1999年咧，亦都係做呢啲聯合渡海實
兵演習，咁啊海陸空軍三軍咧就聯合登島，火力精確打擊。嗱，你講緊係即係1995至到1999年，個4年啦，就做過呢啲嘢。咁啊，即係代表咩咧？其實如果你俾我睇咧，就係嗰個時候咧係最有機會攻台嘅。因為咧乜都假，你練乜都好咧，你一定要攻入台灣，你先至有得打。即係你攻唔到入台灣，講乜嘢啫？你喺你呢邊，佢喺嗰邊咁啊，即係冇嘢係嘛？咁啊，當時咧就練即係兩棲登陸嘅。咁啊，大家要明白當時中國嘅海軍咧就唔係今日嘅中國海軍啦。即係你唔好講話航空母艦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嗰隻當然冇添啦。咁同埋你有幾多運兵船啦？咁亦都冇，咁亦都咧就係練嘅時候咧有啲用漁船。咁啲兵就喺漁船又落海，咁又話更上去，咁即係嗰類。嗰時啲火炮都放喺漁船上。係啊，咁即係當時咧，但係當時咧，即係如果你諗一諗嘅時候就話，咦，李真喎，真係李真喎，唔係假喎，因為你登陸啊嘛，因為你打嘅時候你話個 area denial，咁即係都係你美國嚟嘅時候，我點頂住？咁其實頂唔到啊，咁卒之咧就咩事都冇發生過啦嚇。好啦。咁啊！而家嚟到即係2022又有啦，2023、2024，而家2025啦，即係總共係7次啦，7次啦。好啦，咁其實呢7次咧係做好多嘢咧，都係講緊 area denial，即係換句話講咧，我封咗你，你出邊嘅人入唔到嚟，你唔可以嚟支援台灣，咁呢個大家明啦。咁我圍住到，咁我射炮，你有船嚟，我射炮打低你，我有火箭打低你，我有飛機制空權，咁咪大家睇咯。話咦你咁樣啊，我又有啲咩嚟打咧咁？但係今次咧有少少唔同啦，有少少呢個正義使命2025咧，佢就話啦，陸軍深度參與，陸軍深度參與。咁老實講，即係除咗海軍、空軍，點啊？你登陸嘅，你唔係靠即係陸軍點打嚇？你冇得打嘅喎。好啦，陸軍深度參與，咁啊除咗你包圍咗台島之外咧，就演練兩棲投送。兩棲投送嘅代表咩嘢？即係話我又喺海上將啲軍人就搬上去岸嗰度。好啦，咁啊當然啊，大家睇到內地而家放啲片出嚟啦，咁啊冇呢啲睇喎，就淨係啲射炮啊、火箭炮啊嗰啲啦，OK 咁。咁你想睇啲大場面嘅啫，好似即係登陸諾曼第呢啲人一齊衝上去嗰啲又冇睇喎。咁但係究竟嗰啲咧，我覺得先係李真嘅，因為即係大家都明白。台灣咧就基本上可以登陸嘅地方咧係得嗰幾個7個地方即係啲書都係講過，美國有本書寫出嚟就係話得7個地方，台灣又係知得7個地方，大陸又係知得7個地方可以去啦。咁究竟係一個即係長形嘅海灘你可以登上去啊，定係你打港口咧？即係兩樣嘢。咁不過都係即係結果都係一樣嘢，就話你要咩咧？你要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將士兵，尤其是係海軍陸戰隊，或者係陸軍，上咗岸先。咁然後跟住咧，你就可以將啲坦克車啊、火炮啊，即係運上去。好啦，咁你唔做到呢樣嘢咧，你就冇得登陸，係嘛？即係冇得打，我圍住你都冇用㗎。我係咪餓死你啊？唔係啊嘛，唔係咁樣打啊嘛。咁好啦，咁如果你練得兩棲投送咧，就真係開始近啲咯。咁好啦，咁今次咧你有幾多年咧？咁咪就係你即係試即係做呢樣嘢咧，就一個旅，即係大概5000兵到。咁5000兵夠唔夠打台灣咧？咁啊，梗係唔夠啦，差好遠，爭好遠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又要一樣嘢就話咧，你又要操啦。咁啊，你話唔係啊？我哋嗰陣時即係1995至97都做過晒啦。1995、1997嗰個時代嗰啲即係後生仔，到而家都即係40零啦，40幾50可能退役啦，
你話我嗰時間水上去打嗰啲，喂嗰啲都唔係而家呢一班啦。咁而家呢班係咪要由頭再 train 過，即係真係操過，真係咁樣衝上去，咁點樣打咧？咁如果你話我要跟住加埋咧，就空降軍喎。直升機喎，即係其實呢啲咁嘅綜合嘅戰力咧，你一定要操。咁你話喂要操幾多咧？最少啊，即係我覺得咧，攻入一個地方度咧，你冇得1萬軍人咧，即係喺打台灣，你佔唔到嗰個即係灘頭陣地，或者係攻入個港口，即係唔好理佢係空降啦，或者係點樣，你一定要有咁上下軍人。保護咗嗰個，即係攞咗嗰個地方，然後你先至可以將坦克車過嚟啊嘛。即係好多人講咧，而家台灣嘅軍力咧大概係20幾萬，20萬左右。咁你如果按照攻擊型嘅一個戰鬥咧，1比3，咁你起碼就60萬啦，即係3倍嘅兵力嘛。如果你冇3倍兵力，你點能夠去？佢有個講法就話咧，大陸諗咧就係30萬。軍人就唔會登陸嘅，咁你要計咯，條數就係話，究竟啲軍人係即係點樣落，即係喺個船度點樣落到去咧？逐個落去啊？定話你有個船一開咗個蓋，即係開咗前面嗰個冚啊？兩棲登陸艦076一落咧就可能係一排兵。咁究竟一排兵落去，同埋一間架呢啲坦克車落去？係要幾耐先落到去咧？因為你喺個港口或者喺個灘頭，越耐你受攻擊嘅機會越大。咁你傷亡就可能好慘。你就算過台海嘅時間都越短就越安全，越長咧就受攻擊嘅可能性就越大。係啦，冇錯。咁所以喺咁嘅環境嘅時候咧，你一定係要操到咧最少啊，即係最收尾落嚟嗰啲，我佔領晒所有人啦，咁我就可以將呢啲艦咧就駛到個港口度，港口落咧。嗰啲咧就可能唔使操登陸嗰下嘢，咁但係你如果你要操到呢班即係海軍陸戰隊型嘅係登陸掂嘅，咁你點都1萬、2萬、3萬，即係你都有咁上下個萬數，你先至可以即係去諗呢樣嘢啦。咁好啦，咁我哋睇到喎，咦，2025年12月29號開始操呢度咯喎。又賣咁啲咯，係嘛？而家即係你唔操，你唔可能嘅打，因為喂，即係大家計到少，我有100架即係坦克車，我要落，逐架落，究竟我要幾耐我先至落到100架咧？即係你要即係中間如果有問題出現嘅時候，咁又點咧？咁嗱，就係呢啲咁嘅嘢咧，就係你做嗰個 logistic control 啊。係非常非常重要。喺大陸有冇做過呢啲登陸嘅戰咧？係基本上冇啊，係真係冇。咁所以咧，你要登陸台灣咧，係要真係操。咁你而家仲有操啦，仲有排操，但係似乎就越嚟越埋啦。即係好多紙上談兵嘅就好多啦。即係譬如我話第一波就係飽和式嘅覆蓋，咁啊將所有嘅台灣嘅呢啲重要嘅軍事據點啊，重要嘅戰機庫啊，重要嘅呢個火炮陣地啊，全部都摧毀晒。咁啊，灘頭陣地咧，你完全原來擺咗好多石頭啊，好多戰裝啊，呢啲嘢咧就全部又係掃平晒。咁啊，再去登陸。咁呢啲咧都係一個想定嘅紙上談兵。咁啊，呢啲一定要操，一定要操，一定要操。即係你而家講到就話有一旅人5000兵力咧就試緊。係。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同即係早幾年嗰啲已經唔同，因為而家你如果操好咗2-3萬、3-4萬、5萬軍力係可以係即係兩棲戰，即係代表最少未來5年咧呢一班即係打得即係登陸戰嘅軍人咧，仲會喺度。10年都唔知有幾多退咗役噶啦，可能真係走咗噶啦，係嘛？即係大家要明白呢一樣嘢。即係呢啲陸軍嘅兩棲登陸旅咧，咁佢哋咧一般嚟講咧就佔領咗呢個灘頭陣地，控制咗啦。咁啊後續部隊咧就安全咁樣一船咁運上嚟。首先咧你要佔領咗個灘頭嗰啲，佔領咗個制高點，咁然後先。咁啊恐怕咧而家咧就叫做正義使命2025。咁如果正義使命2026，即係明年嘅演習，會唔會就係好似
周兄你講嘅就係演習呢個大規模嘅三棲登陸包括呢個海上、陸軍仲有空中一齊嚟係啊！如果有呢個就可能就唔係你即係你睇大家睇就話咧，即係究竟大陸而家主要去睇咩咧？而家睇到咧就話咧，佢做 area denial 已經好純熟啦。係喺第一島鏈嗰度封咗你，即係左右即係一南一北封咗你，冇人埋到你。日本過嚟，我喺第二島鏈嗰個位已經指住你，你唔好埋嚟我打你空軍我制空權我由嗰個即係嗰個電子戰，我亦都係令到你啲電子或者你個 communication 冚唪唥停止咗咁樣，我亦都可以攻擊咗你呢啲即係啲炮火其他方面嘅嘢。咁但係到尾，你軍隊不上岸，你係攞唔翻台灣，就未能夠未得佔領。好啦，咁而家就話俾我哋聽嚟緊啦，近啦，越嚟越近啦。咁所以咧，即係你所以大家有啲人講就話美國就話2027咁啊，特朗普就話唔會嘅咁。但係即係老實講，你睇到佢而家做緊啲咩嘢，你就會覺得即係好近咗啲。好多人講咧就話，你每一次演習咧都係越嚟越近呢個台灣。咁實際上呢一次演習咧就係講俾大家聽，以武促統，我要展示我嘅軍事實力，係加快統一嘅步伐。咁呢種大嘅形勢就已經係成形啦。成形。即係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咧，就算大陸封得住成個島，佢唔可能係即係封你即係1年半載，因為嗰個軍力時間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嘅。如果你要封咁耐，係咪就係台灣就會冧咧？亦都未必嘅。咁如果台灣內部唔冧嘅，你頂住嘅時候，咁你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咁樣封殺咧？咁喺咁嘅環境嘅時候，你可能令到咧台灣嘅居民咧就好大反感。嗱，反而咧我自己睇下，你打入去 bling bling 咁賴清德嘅俾人斬手。唔係斬手，唔係一定要斬手嘅，即係捉鬼咗佢咁啦，係嘛？即係你嗰個政權咧，係突然間倒塌咗，咁樣咧就即係好快。咁基本上大家都係睇呢啲咁嘅嘢，但係你一定要有封晒，有制空權，然後你入落去即係台北或者點樣打，咁其實呢啲嘢咧冚唪唥都粗。咁當然啦，有啲操就唔使話一定喺你面前操俾你睇，亦都唔會俾你睇。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咧，就最少你冇得嗰即係大概1萬3萬到啦，3、4萬嘅即係海軍陸戰隊係操好咗點樣登陸咧？即係呢個都係第一波次、第二波次、第三波次。第二波次、第三波次咧，就換句話講，你第一波次咧，佔領咗嗰個登陸區啦。第家落嚟咧就唔需要太緊張，就唔需要咁快或者咁緊張。你啲坦克車可以慢慢到，中國啲坦克車係可以喺水上行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計埋晒呢啲嘢嘅時候，咁究竟佢係攻海灘啦，定係攻港口咧？唔知啊，係嘛？空降係啊，做空降啊嘛。咁所以即係，但係無論如何咧，就似乎就係越嚟越逼近啦。千祈唔好以為唔會發生啊！咁海上呢個正義使命2025，咁我哋又做完之後，咁我哋睇下有冇啲即係兩棲投送嘅影片，即係內地會放出嚟俾大家睇睇。如果睇咧，咁你又覺得咦，哇，又近啲咯。咁2026又點咧？又會唔會有一啲另外一啲嘢發生咧？又令到佢再要操多啲軍咧？咁呢啲就係唔知道啦。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為止。OK，好，拜拜。